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7月12号。今日的经文是诗篇68篇24到35节，撒母耳下传第6章第6节到12节，使徒行传21章27到39节。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审判权。咱讲到民主制度，这个选出来是讲会牵涉到迄个权柄的问题啦，还是讲权力的问题当然，伫差别顶悬，民主制度的权力是这个人民用选票将这个权力交予这个当选者，极权却是用枪，还是讲咱讲武力，还是讲暴力来达到这个目的的民主制度的这个权，若准无尊重的时阵，也有可能变做滥权亲像咱讲台湾最近这个特权来注射这个疫苗，迄就是偷摕啦迄个偷摕。就民主制度来讲，若毋属伫家己的权利，你来甲伊摕，就是一个夺取，就是一个偷基本上是违法啦对信仰来讲，什么是偷呢？咱来看伫创世纪内底，埃甸园这个偷食禁果就是偷。巴别塔想要甲上帝来比权、比能力，这就是偷。无受到授权，就来限制，亲像所罗王，这嘛是偷。毋是被选的同工想要来影响迄个决策，还是讲影响同工会这嘛是偷其实还佫有真济咱会当佫继续延续去思考啦有真济人针对这个光约柜乌杀的事件，批评讲这个上帝呢，伤过歹心啦这乌撒只不过是想要抢救这个要跋倒的这个约柜就来刑罚伊，将伊杀死啦所以因讲上帝实真残忍啦当然，伫乌撒的事件顶悬有几项事，咱必须爱先来思考的。第一个就是咧讲再约柜再约柜。咱若倒转去伫迄个摩西五经内底，摩西的律法的规定，这个约柜呢是应该用人来扛啦咱伫前礼拜有讲到约柜的做法，有金放迄个圆箍对吧？一边两个迄就是要插迄个管要来扛约柜的但是伫今仔日的经文，咱看见大鼻王赢至这个约柜的时阵，毋是用祭司来去扛毋是用人，伊是用牛车来载。这个是咧学啥？这就是咧学迄个非利士人啦因为其实大鼻嘛惊啦大鼻也惊非利士人用这个牛车甲这个载倒转来所以因嘛是惊非利士人用牛车载约柜，但是以色列人是用祭司来去扛的啦可能比较方便，还是安怎咱毋知影根据民数记第7章第1节到11节的记载，迄个牛车是为着要来载运者的会务所要用的物件这是无共款的这无共款的物件。所有的圣物呢，拢都要用个人来扛伫肩胛头顶悬。约书亚第3章第6节安尼讲，约书亚去吩咐祭司讲：恁扛起约柜，伫百姓面头前来行。所以因就扛约柜，伫百姓的头前来行。另外，出来记25章第10节到14节经文安尼讲，
你着爱用茶做一个粿，长2丈半，闊1丈半，悬1丈半，内外爱包金吼，四周围爱空金的边吼，爱用4个金环，放伫4骹粿仔的4骹，一边2个，迄边也2个，爱用这个茶呢做2支管，用金包起来，爱将这个管藏入伫迄个款内底，以便来灌这个粿仔。所以真清楚，约柜是应该用人去灌，毋是用车去载，这是第一个上大的问题。第二个问题，约柜不但是爱用人灌，佮较是爱有受高入的、授权的祭司才会当来灌。民数记第4章15节来讲，伫要起营的时阵，阿伦甲伊的囝甲圣所一切的器具拢压砍好势，高下的子孙就要来灌。只不过是毋通忘圣物，免得因死亡。会幕遮的物件拢是高下甲伊的子孙呢所爱着灌的。这个中间，咱爱来问的是讲，乌撒是毋是即阵人，还是讲乌撒是毋是祭司伫咧灌约柜？当然，这个有其他侪的讲法吼。有人讲乌撒是祭司的子孙，有人讲毋是啦吼。但是咱知影着讲，灌约柜是爱祭司来做。第三，乌撒来蒙约柜。是出自好心，因为这个牛车着搭用要车落来。基本上，这个乌撒伊是看守载运的约柜。当伊看到这个约柜伫车顶用要落来时阵，伊就用手来扶，后来伊就死去啊。圣经的记载用词讲，上帝来杀乌撒。伊就死伫上帝面头前，这是另外伫无共款的版本，像讲迄壁来文圣经，历代志上悬13章第10节嘛是安尼讲，伊讲着乌撒是死伫迄个约柜的头前，约柜代表上帝啦吼，所以伊是死伫约柜的头前。撒母耳下传第6章第6节安尼讲到迄个。拿滚的现场，因为牛着搭，所以乌撒就伸手扶上帝的约柜。耶和华上帝就乌撒来受气，因为这个错误来互伊死，伊就死伫上帝的约柜的边啊。乌撒的好意，咱会记得，毋是上帝的旨意。乌撒是怎样的死？是真正值得咱来思考吼。是毋是被约柜来弄着，还是去互约柜缀着呢？这真有可能啦吼。因为伊无受到保守吼，但是因为摩西律法的规定讲这个袂当摸圣物啦吼，你若摸的就死吼。迄个互咱一个真深的概念，就是讲。乌撒蒙着约柜，所以违反着这个律法，上帝就受气，怎啊甲杀死？但是咱会记得灌约柜，还是讲在约柜，伊去蒙的时阵，因为约柜伫要落来啊，是毋是安尼来出意外呢？嘛是真有可能啦吼，因为伊无有上帝的保守。咱阁要对保罗受掠的代志来看。伊亲像耶稣基督共款受掠，因遮人无有正当的理由，就将保罗掠起来，食耶稣基督掠起来。咱先莫讲到整个的过程，咱上届无看到讲，因需要经过一个公审的程序比如耶稣就带去祭司家，祭司就带去这个。希律假希律就佮送去伫这个比勒岛遐吼，所以伊有一个公开的审判的过程。
所以咱会当看见讲，保罗伫遮会当甲因辩论吼。但是咱现代来看讲，有一寡假消息、乌含也好，白贼话也好，也是讲谣言也好，遮会拢比当初是害死耶稣基督，也是讲害死这个保罗，搁较恶质啦吼。为什么讲恶质呢？因为这个讲谣言基本上是直接就甲你审判，就讲哦，你这人歹人啦吼，安尼。所以咱知影讲，因遮的人吼，是紧紧掠条迄个无被授权的审判权啦。想要陷害家己无欢喜、无介意的对象啊，因为因无打算要有机会吼，就来安尼咱咧讲突袭啊吼，夺取审判权。虽然看起来因安尼把握着迄个主权。但是咱毋通袂记伫圣经内底有几个例啦吼，亚当夏娃的结局，吼，扫罗王的后果，甲今仔日咱看到乌撒的落场。保罗伫公审的场所要求为着家己辩护，但是呢，遐个生存邪恶出伫撒旦的遐个谣言制造者，确实完全无要互人有机会，因为用谣言就直接甲你审判咱倒转来看台湾的防疫啦吼，咱会看到足侪即种的情形，乌含啦、乌白分资料啦，讲一寡有影无影的吼，即种这违反着事实正义的迫害防疫的，这嘛伫日本吼出名啦吼，因为日本有人用这个这个漫画的吼，还是讲漫画吼，来讲 A 字特工队来踢笑讲台湾的反对党吼，实在是水准无够啦安尼吼。真侪圣经的提醒，乌撒的例来看，咱实在是毋通急要夺出上帝的权柄。咱真正爱好好谦卑伫上帝的头前，将主权交出来，顺服上帝，军队上帝，上帝就会替咱负全部的责任。